看到啲仔人人咪咪都上我熱計，人家講雞春銀咪都未出字，嗱咪意思？設間人銀強渣做設家嘅事，設家做出嘅事情銀強渣，你結果都未出字，係咪啊？嗱，因為到啱嘅聖經人有人講設家啲馬可福音4:22節，有人講到冇一樣揸得咪在上帝嘅面前，冇一切要避免在上帝嘅面前，隆重都顯出嚟在上帝嘅面前，因為上帝看穿對於隆重人類世間裏做嘅，設家可以騙人類對人類，但係在上帝面前設家唔好騙，因為冇一樣揸得咪，所以設家世間裏行到，要忠切嘅心，要切心，功課要切心，唔好要狂，唔好要做到唔對嘅，因為咩呢？雞春銀咪未出字，你揸得咪，一段時間都未顯出嚟，嗱，所以用功課注意，行呢個世間裏啲唔好要私批嘅心，設家要忠切嘅心。馬可福音4:23節讓人講到，係啥要義空人歸你愛聽，係啥要義空愛聽上帝嘅真理啊！意思講咩呢？設家唔好要偷偷獵獵做嘅問題，偷偷獵獵做嘅行圖藝，因為到銀咪都未出字，在上帝嘅面前可個貧乏，隆重都揸唔咪，所以設家世間你行到，好好嚟行，忠切嘅心嚟行，設家熱天得到上帝嘅福氣，xã會呢啲人家要看到設家忠切，人家也唔敢亂嚟對設家，要敬重設家，上帝祝福隆重切心嘅人，阿們。